大家好，我叫馮義榮，我現時就讀於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中國文學課程嘅3年級。我持有 DSE 中文5、寫作5星星、普通話2級甲等 IELTS 6.5、Listening 8.0嘅證書，熟練掌握普通話、廣東話以及英文3種語言以及中英文嘅電腦書人。我對於中文一直都保持住高度嘅敏感同埋熱誠。喺空餘時間，我經常嘗試寫作一啲文章，亦都喺一啲雜誌同埋平台上面發表。2022年，我參與咗聯合國兒童基金捐獻計劃，至今已成功幫助數以百計落後地區嘅兒童獲得教育同埋溫飽。喺中學時期，我曾經任職學生聯合會嘅主席，鍛鍊咗我嘅責任心同埋領導力。我嘅理想係成為一名中文文學嘅工作者，喺教育同文學方面貢獻自己嘅力量。喺近年，我關注到粵語文化喺大陸嘅逐漸式微，我亦都希望將來自己可以略盡綿力，幫助維護我嘅母語長存。最後，希望可以透過本次實習獲得寶貴嘅工作經驗同埋新嘅知識，亦都希望可以給予我咁樣一個機會，初步嚟實現我嘅夢想。感謝我嘅母校香港城市大學創辦呢一個實習嘅項目，無論最後是否獲得呢一個名額，我都會繼續堅持落去。多謝。